咱再来看最近有光电业者拍算要伫中华的宏远1100家国有地区太阳能光电厂，其中有600家的土地开发，国产署已经同意了。也毋过当地农民是真烦恼，讲未来会有光害，嘛会造成温度升高，影响到因的农产，所以成立自救会来发起联署，要求国产署得爱撤销这个动议案。破死无退，反对禁电，反对禁电。 10外的中华宏远的村长甲大凯的村民斗阵画口号，表达守护家园的决心。因为有业者要来这设光电场，居民惊无田通种，也烦恼影响环境。咱是做田的生活的，咱为什么要来？互财团的时阵，要来种电？啊，阮什么人啊？无政府要甲阮饲哦。 尽量因莫来想咱这块地，咱这块地就是讲，大家拢过饲，行行顺顺，哦啊，几落道人。中华宏远5个村的村民组自救会，初7早起发起联署，因家国产署已经说几来年的农地，得要互业者提起开发光电场。农民表示，宏远的国有农地有1100家，不过国产署已经同意开发其中的600家，原地碎地农民烦恼以后无田通好种。 只是光电业者咧赚，啊了钱是了阮宏远乡。我请问一下，全国欠电是咱找宏远乡出去？离岸海岸的开发已经够多了，然后现在又逐渐进入内陆，而且我们不止有这么大面积的光电，连内陆的风机也不断入侵这个南彰化沿海的这个乡镇。 款团嘛接议接续中华大城推动光电示范区了后，即马宏远的国有农地阁要开发光电，毋但违反农地农用政策，嘛违反分区使用规定，海线地区变做特定的受灾区。国产署是讲，目前拢要咧沟通的阶段。承租国有土地是他的生财工具啊，他想一直是做种植这个农业的话。 他就自己要评估，就不要去签这个同意书给业者。国产署讲，业者就算有同意函，嘛爱摕到农民的同意书才会当申请。目前细地农民若要继续种，会使卖签同意书，保障家己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